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累钱，台语安尼写累钱，累钱就是借钱，就是周转，但是毋是迄种负债欠人钱咧装钱，嘛毋是迄种散食无钱、沙沙借借的借钱，是应急应急，暂时借来等势借钱，就是不是全然的缺钱欠钱，是临时需要用钱，手头无拄好。也则是拄好有资金的缺口，需要周转等势，这就是累钱。像讲明仔载人要来收汇款，伊手头拄好无现金，是透暝走落去下港，要甲伊阿舅累钱。像讲歹势啦，毋知你有方便无？要甲你累钱啦，着买厝头期款差10万块。恁阿公是阮兜的大温情人。以早阮老爸做生意，不是甲恁阿公累钱，度过真济届的钱关。累拿做动词来使用，除了累钱，嘛会当累土墙、累砖仔角。累拿做名词，大部分用伫个棒球、野球的用语，像讲满垒、本垒、一垒、二垒、三垒、全垒打。若倒垒，台语讲头垒，也则是头走垒。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红梅仔队发展的台湾好手张玉成，搁一摆头垒成功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累钱实在真趣味。